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，最近有一个新的展览，叫做“文化的”，要甲百多年前文化协会组织具体化，互外界了解讲，迄当阵这部门负责的工作，还有因为台湾文化的付出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 10月78当前，文化协会成立的日子，即马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嘛用这个日子来号名，成立社团，要招社员啊。这50钱，就是因的入会费，所以伫遮你会当把这个钱安尼投下去，你就会摕到一个属于你的文化神盒。 立伫社会就正做文化的学弟妹啊！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甲分协变具体，亲像有客家部、公关部的单位，公关部上出名的就是蒋渭水先生，现场用过去警察记录伊的演讲内容，互大家体验，知影部门咧做啥，互大家会当体验讲。 如果你若是蒋渭水，迄时你要去演讲，你会当试看卖伊讲的物件，拢是讲一寡国际政治的问题，有法度顺利讲出来无？佮有去当初的读报社有啥款出版的刊物，小解编写的人物、演讲、场景等等，拢变做实体，互大家看会到。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。 展览主要切入者的前辈日常生活，希望跨界对这段历史更较亲近。展期会到7月底。记者陈亚武、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